新闻一开始，先来关心天气。今仔日各地好天出日头，敢若桃园以北可能会落地渐雨。不过，为明仔载开始会有较强的东北季风到位，各地拢会反冷，温度会落到剩15、16度，一直到礼拜六东北季风减弱了后，气温才会较回升。一片的光芒，今次是伫日头卡随风摇，把握拜节的好天气，西半部甲离岛这份好天，适合出门行行咧。这方面，桃园以北甲东半部分量是慢慢增加，有时阵有一寡短暂雨。17摆开始一波较强的东北季风到位，天气会由北向南明显转凉。过往的话，低温的部分都会去大概在20度上下。那这一波的话，低温的部分，像台北来到16度，所以这一波确实是跟过往相比是比较偏强的。不过目前来看，冷空气的强度跟过去来比有稍微比较削弱的趋势，所以大致上就是以东北季风的等级为主。气象署说明，北边的冷空压落南，带来较强的东北季风，所以为17开始，北部、东半部气温会先下降。17、18也就是拜一、拜二这2日，因为水汽较济，这方面的基隆、北海岸、大台北山区甲宜兰地区有局部大雨，温度回档的有限。其他所在早暗夜凉，一直爱到2日，东北季风小可减弱，气温才会回档来。未来几日各地拢要注意温度下降，低温下探15、16度。较空旷所在无排除会更较低。周二、周三一整天，甚至到周四的话，清晨天气都是比较偏冷。预计在台南以北跟东北部的低温，在这段时间会降到15、16度左右。那其他地区也大概在17到19度。那到周五跟周六的话，气温才会慢慢的逐渐回升。冷空气一路向南行，各地会豆豆转凉。有气象专家指出，这波是进入秋冬以来上强的冷空气，提醒民众爱穿个小早暗，爱注意温差的变化。记者综合报道。